对于家己出身的画家陈定波已经过身75年啊，家己市美术馆加陈定波文化基金会等单位咧，有做伙举办一个精简陈定波加画图的展览。除了有画家的创作，也有伊加其他艺术家朋友陪身往来收藏。这个展览结合着文学、音乐，也有剧场，希望民众会当透过无同款的感受来认捌这位真重要的台湾画家。一张一张的相片甲资料，呈现家己出身的出名画家陈定波的过去。陈定波文化基金会去年捐50件收藏，予家己市美术馆，其中有15件是陈定波甲朋友的陪身往来。包含像林玉山，然后张李德和林玉书等等的该时代的这些创作者们，他们是如何相互交流跟相互创作？那这些作品它作为礼物，那他们又是如何去收藏的？除了可以看到陈澄波的作品之外，也可以看到陈澄波还有当时的艺术家的一些连结，然后彼此的馈赠、交流等等。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将近100件的作品甲文件，要让民众欣赏甲了解陈定波以外，家己市美术馆嘛头摆邀请无同领域的艺术家，希望民众有无同看展览的体验。能够那么近距离的跟画作站在画作面前，然后知道看他的画，心里是真的觉得还蛮震撼的。美术馆其实大多都是着重在视觉艺术的表现上面，那借由文学、音乐跟剧场，其实也能够开展出不同的这些艺术创作感知上面的这种体验。美术馆表示，伫这届陈定波的展览当中，唔但有伊的收藏甲作品，嘛是75年来头摆用系统化的研究展出，除了要让看的人了解陈定波对艺术的影响甲重要性，嘛希望会当用在地的观点传承家己的画图精神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